夏日熱辣辣，少不免需要開冷氣消暑降溫，不過都可以環保一啲。咁如果真係開冷氣，可能我哋亦都可以就係將個溫度即係提高啲啦，可能去到25度啊，甚至乎我哋見到一啲18、9度嘅，我哋都度過一啲地方啊、商場啊等等，其實對個身體都唔好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開冷氣適可而止。佢就利用古代民間小智慧，教授3招環保消暑大法。第一式係涼席鋪床，事前準備一盆清水，加入幾滴花露水，再用濕毛巾抹涼席，因為涼席散熱比較快，可以將身體嘅熱力帶走，有降溫嘅功效，而花露水更加有驅蚊作用。第二式係製作消暑噴霧，先準備一份75%嘅酒精同3份水混合，倒入噴壺，喺室內地方周圍噴。由於酒精容易揮發，而且喺轉化成氣體嘅同時，更加會帶走空氣中嘅熱能，於是達到咗降溫嘅效果。第三式係冰水袋，將預先雪凍咗嘅水倒入暖水袋，喺辦公室或者屋企隨時都可以享受涼浸浸嘅感覺，大家不妨試一試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